誇張到癲，幾粗啊！呢啲真係蟹柳啊，唔係假蟹柳。抵，哇！黐線嘅，你食下。嚟到紅磡嘉里酒店食自助餐，行入去嘅時候，見到每張台個台面都勁大堆海鮮，因為呢個自助餐主題做緊海鮮，早餐推出優惠，每一台按翻人數都會有一個勁正嘅海鮮拼盤。中意食海鮮，呢個自助餐係天堂，而且價錢平到你唔信。我最後話俾大家知有啲咩優惠。個長腳蟹啲肉真係粗到你唔信，叫阿女幫我剝殼，我就一啖咁食落去，一大啖咬完，仲有2/3剩，好正，俾你睇，好鮮味，好鮮味，真係 so good，真係 so good。拼盤還拼盤，其實佢仲有一個海鮮吧，如果唔夠嘅，大把長腳蟹同埋龍蝦。我同大家簡單行個圈，仲話俾大家知另外一個精選係乜嘢。除咗海鮮，佢好多熟食都做得唔錯，牛扒、羊架、咖喱雞乜都有。我就要多咗吞拿魚嘅拖羅同埋赤身，仲有油甘魚，魚生都好新鮮。除咗咁正嘅海鮮，俾我揾到一樣嘢，紅燒花膠盤蝦子麵，串到癲。Thank you。呢間自助餐真係好難揀，又有靚海鮮，又有咁厚嘅花膠撈麵。就嚟埋尾，甜品時間，有選擇困難症嘅就要小心。我中意佢大部分甜品都做到細細嚿，所以可以試多啲唔同嘅味。我就要咗呢個橙酒 pancake，少少酸，橙酒味，我中意。最後仲整到個 Madeleine 同埋呢個 Earl Grey bread。最後講個價錢，成人1至4大約600蚊位，長者就大約500蚊位。俾埋條 link 大家自己睇，因為1至4同埋5、6日啲價錢唔同。